南投日月潭一個20歲的查甫大學生，甲因老母去佚佗，煞雄雄心適性，無穿任何救生裝備，就安尼跳落去耍水，結果最後煞溺水死亡。消防署表示講，這日月潭是發電用的水潭，水底定定攏會有暗流，所以袂當受水甲耍水，呼籲民眾千萬唔通冒險。消防隊員跳入水，要找找失蹤的大學生。自日月潭的永吉橋附近，拜六下晡5點左右，接到通報，講有一個20歲細長的大學生，含老母來遮耍。這個查甫大學生跳落去抽水，是離岸邊5-6公尺的所在發生溺水的意外。岸邊的民眾看到，隨卡119通報消防人員，結果一禮拜下晡找到遺體。經查，該名男子是25日至日月潭遊玩，一時興起下水。因為這個日月潭水域是那個抽蓄發電使用的，那做抽蓄發電的時候，水位會有增減，那水流相對的會跟着移動這樣。收水教練嘛講，耍水上驚的就是拄到暗流，有標示牌仔講禁止耍水的所在，就是袂當落水。安那上安全的收水的地點，一定要有救生員一現場，萬不伊拄到卡抽筋，也是危險的時陣，嘛要會曉自救。透明裂漂服務去判斷流的方向，暗流的話，其實面頂再怎麼平均，你嘛看不出來。不要去跟它對抗，直接往它的旁邊。它假設是直的流的話，我們就往旁邊走就好了。上安全的所在其實是有救生員，上好是離溫底較安全。第一點沒有流、沒有礁石的問題。第一點救生員嘛攏隨時戒備，讓人生要較安心。南投消防局表示，日月潭是發電用的，水面看起來是無風影，不過潭底環境複雜，水閣落。除了經過申請，1年辦一屆的日月潭萬人收水的活動以外，規年探天攏是禁止耍水的，呼籲民眾唔通因為天氣熱，也是感覺心適，會曉耍水，嘛愛找對的所在來耍水，較安全。記者小南投報道。